那祝大家新年快乐！那隆重一家年有吹2024年的年头嚟了。我相信各山有鋪排將佢嘅前途，做埋寫，開埋店，做埋工作，前面人扮演行隆重一家要鋪排將，那可能呀有兄弟姊妹咪需要講在前面，人扮演唔啲新工忙，唔啲新理嘛，但係我講隆重兄弟姊妹聽唔是講喺咧前面，係講你要相信上帝，上帝擔保一家嘅前面，一家嘅前途一定有上帝照顧，因為鋪排將本一家新基沙，因為上我嘅經書耶利米亞29、11節咁樣講到，上帝講因為我鋪排將所有本兒都要你嘅。那上帝嘅翻譯講，我鋪排將本嘢都係平安嘅，唔係傷害你嘅，都係有前途喺前面，有盼望嘅，有盤人出嚟盼望，有豐富嘅盼望去鋪排將本世界，所以世界係相信上帝，照家嘅法律行，照家嘅命令嚟行，世界得到勝利，得到成功，阿門。